顾西西，借我点运气。Alex 对我们那么好，但我们却一直在欺骗他，我觉得有些愧疚吧。是不是只要涉及到职场上面的，都会有这些尔虞我诈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虽然会利用一些人的弱点和喜好，去为自己争取利益，但那最后的结果都是互利的。我从未利用过这一点去损害任何一个人。但我还是觉得，无论是职场、生活还是爱情，都应该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，不应该有欺骗的。我答应你，如果这件事让你感到困扰，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去向 Alex 坦白一切，好吗？嗯。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，简单、快速又直接。这次跟艺术展的主办方要求延期展会的费用怎么算？从我私人账户走吧，毕竟算是我的私事。你已经不止第一次为顾小姐做这些没有任何投资回报的事儿了。你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？不是，我可能已经爱上她。爱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办一个盛大的告白仪式？不是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和我说过，他希望他的感情建立在最真实的基础上。现在我和他的关系是为了欺骗 Alex 而缔结的契约婚姻。所以你是想……这一次和 Alex 谈完并购的事情以后，回去找个机会和顾西西解除契约。我要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接受我的表白。走，去找 Alex。